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来甘愿无止旁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带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温眼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琼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什么事啊？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辞职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他前几天请假，说是生病去住院了，今天就回来收拾东西，说要辞职。哎，我看呐，他根本是去医院拿小孩，一定是孩子的爸爸不认账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？嘘，小声点，没有证据的事别乱说。有什么关系呀？敢做还怕别人讲啊？哎，这佳音是不是被高薪挖角啊？否则干嘛才刚升主任就不做了？我看他说不定是被包养了。不会吧？孩子不是拿掉了吗？原来要放弃是这么容易的事，一切也不过只是在一念之间。你实在懂奇怪呢！你头都已经辞退了，你居然还提上提下，困翻面哦！外地阿妹无闲去上班，伊个心情都唔好。不过阿妹个心情哦，比你较唔好啦。好嘞啦，外地啦，也冇应该哦，你阿妹发现啦。这样时哦，我想出去识条路啊，也老。阿妹讲请求其走要答应啊，搁再讲哦，俺做条路吼，要做清欢喜。讲实在话啊，俺无法度哦，今天全堂啦，也无吹跳啦。阿哥，你迄阵日唔会去度假嘞吼？所以人讲讲，俺唔去度假就唔去度假诶。我看到阿妹哦，为了个事情按手心哦。来心肝都没情感苦。哎呦，你就要表现出你爱诚意啊！哎呦，阿妹哦，这样有可能不宜转去上班。等下，唔紧讲，俺娘背后爱诚意啊。小马哥，紧讲啊，讲啦！阿哥，你个样哎哟，真见到好笑哎，就像死人样哎。俺娘讲，你也落妹呢，慢像生人，你这样生人的啦。
生意就会生意。哦，这你抹太抹生，你还基本不你看到慢点生意的啦。呵，你看傻了啊，傻了咬你嘞，妈这。为什么要辞职？你期盼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才升职，难道你愿意这样就放弃？我为什么会放弃？你应该是最清楚的人吧？就算你决定要跟我分手，你也用不着辞职啊！我是你的主管，我不同意你的辞职。就算你把它撕烂了，我也不会回头的。Jay，你别走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办法这样让你离开。可以啊，你要我留下来可以啊，除非你离婚，给我一个名分。Jay，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，我说过。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可是现在你要走了，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放手。多情的人总是无情的，你伤害了我，你伤害了孩子，更伤害了你的老婆。你不用来找我了，就算你来也找不到我的。我会搬家了。你一定要这么绝？难道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？我从来不相信分手以后还可以当朋友这件事情。况且我现在想狠心一点，我想断绝所有有关于你的联系。我要尽早把你忘记，不想再为你掉一滴眼泪。嘉颖，以后如果我们在路上相遇了，你不用跟我打招呼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。嘉颖，你听我说。你不接吗？应该是你的老婆吧。Hello。你快去医院吧，我去做你的爸爸。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？老天啊，连你也觉得我应该跟他分手吗？你是怕我决心不够，所以才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，是吗？他还是顺利的做了爸爸，而我呢，却失去了一切，什么都没了，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。阿妹啊，你都给淋花呀？嗯。你話嗰邊冇沖散果呢？你看這條花呢，條來來哦。條來來，冇喊我沖啊。阿妹啊，你真經想留得床都不開天數哦？有冇問題啊？改善人哋不卡，咩輕鬆呀？哎呦，我又唔愛吃到甜。我當好做菜咩？阿老人家講法，我咪知道懂有意思啊。迄講哦，
年后要注意，我做嘅菜哦，我就知道有赖哦。不过，地廠冇強用啊，佢對亞條事情又冇買好。我啲冇興趣，你啊冇興趣，唔係表示講佢係咪就冇興趣啊？係冇？我係知道，你應該很佢轉去上班嘅啦。勉強佢留到屋企，等到佢嗰度冇快樂啊！咩？我記得你會笑啦，像地廠安呢，佢將來一樣嘅生咯。不過佢有一年係為結婚種子，成家立業嘅啊。你冇法度報復佢一生人嘅，佢本身唔會差。我想講，經過一排嘅事情，佢應該會學到用嚟做生聰明。好啦，冇經驗啦，要靠本。蓮花啊，講實在啊，水冇太多，人家規劃太多水見唔使用，水咪做咪太少，你天多你得要安排。水太少咩事？規劃很難照顧，要用心，像叫照顧生意同樣，要費心，要有下耐心，對吧？要搞本，我休息下哈，哦，安啲冇。歡迎光臨。我邊個邊用啊？哎呦，阿妹，錯。做乜呀？哦，唔似煩了。哎呦，阿妹，我要學到新嘅功夫誒，你看我有進步冇哈？嗯。一杯一陣。好。有啦，有進步啦。有啊。有。阿妹，你做得答應埋一件事情嗎？但你做咩整件攏作量啊？樣啊，冇錢去用啊？冇啦，我當然係真心嘅，不過我想去求你幫阿哥做去上班啦。樣啊，傳統我呀。冇啊，傳統嘛嘅。同日太子中央啊，全部講阿哥嘅事情嚟做嘛咯？冇啦，妹。我真係唔知太子有老人講呢件事情。用就表示哦，下午卡嘅兄弟姊妹哦，感情都好啊，係嘛？安樣事情咯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就幫阿哥做去上班嘛，冇佢到屋卡哦，你冇事情好做啊，係嘛？好冇啦，阿妹，好冇。我冇經驗啦，我想看啦。倉庫啊！阿妹，娘，你屋企唔關咯？唔會啦。係講嘢樣嘅，就完全冇興趣啊！唔會啦，閒做地啦。我講做地，係講你工廠上班落嚟啦。阿妹，公司採訪。給工廠提報啊，調價啦，同事哦對我親好啦。佢再講工作內容哦，咁當我興趣，你好多動作東西。我是當老姨冇去工廠咧，阿講係聽講嘢嗬，你喺工廠同阿主任哦講清楚咧，好冇？阿妹，你嘅意思係講我本來做去上班哦？係啊，去上班是做的，可是啊。你要認真地位哦，冇多什麼變講法的嘛。阿妹，終於放心啦，愛啲啦，愛天後要上門打拼。佢係要嗬，佢下擺哦，唔知唔是笑啊，我絕對哦唔會賭嘅哦。
还用这轻快对吗啊？爱弟啦，爱结好了，做好，等下做下让你天数。还用轻快，慢慢的背。用，伊用出来。你要用了没人做，要用堵落去。怎么办？接下来该怎么生活啊？为什么为了一段感情，会把自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忘不了他？哎呦，用一点研究还蛮准哦。勇啊，给保夫人申请好了吗？有啦，下来嘞啦，阿上哦，含白粉贵，唔感觉得起麻烦嘞。给某一天哦，给这种人哦，一天含不了钱嘅麻烦。偷吹啊！你看你啦，哎呦，规下主人这样偷到安尼哦。我有偷啊。有偷，等下就要用到嘞呢。还会等下做来做哦。奇怪，张总来就爱用太水上的。阿上时间差不多嘞，我先来摸喊一下，先来准备。好。迄家子，你讲话之前，你做得先上课哪好无啊？也有上过啊。你有上？啊，刚才你有安尼讲喏。啊，真糖豆嘞，叫我娘上。那有冇嘛个意思哦？我只会看唔惯这张嘢嘛，嘛个事哦，都用打嘅，真紧动奇怪。太姐啊，我老你讲哦，什么人选对象哦，莫做一天会把他禁掉的，就像做菜一样诶。你看亚条诶，一天会选到又嫩又齐嘅，这样做得做出好食嘅料理。古说，选到对嘅人哦，这样做得得到幸福。小马哥，你妈个时间不是你猜到哈？猜到？你他讲道理个时间哦，没错还没听哦呢，要用做菜来讲啊。也有嘛个奇怪嘅，俺们系弥漫流嘅妹呢。弥漫流嘅妹诶，托菜啦你，托菜。保护你！你有神，你来切腿嘛？我对唔闹呀！你申请保护你，看俺无规模，看俺无！等，俺冇变讲嘢，唔会变讲嘢。
水嘛？阿曼啦，阿曼姨。阿曼姨，你会错啊？来过来看水嘛？喏，水唔落讲哦，冇要紧啦。喏，办了文具的请也麻烦了。当时有两种保护令，上要写清清楚楚，不准文具接近。不过曼姨，平爱对文具了解好，还惊去袂遵守你的规定啊。根本冇要紧啊，还用安尼啦？明白了每一三年要做的保护，你知道吗？讲按讲了。做嘛嘛？那买带接。看到你了。马上咯。用的啦我俾佢等我俾打俾你啦。哈，慢按有输啊！你从哪出来的？冲我！哎呦！你等我慢点哈，给点慢大人的，慢点大嘅。啊冇得！好你啦！好啦，记得，我等冇得哈，紧张点，叔叔啊，冇得啦！还惊哦！黑文具黑唔掉落嚟么？有种好官还是在下创啦，一辈子不谁谁教训啦，下辈子冇人见到你啦。从明年年这么关你个喊事啊，希望俾人嘅米满了开唔上啦。你开正，好在冇这哈，唔系先防上。长裤啊！好你啦！好你啦，我找你干嘛？快些啦！出嚟嗌，就搬咗大佬係麻煩。都冇关系啦，等下警察来看药判就做好冇？冇事情攞嚟啊！好了，好。阿妹哟，你哪用呀？你哪用呀？你还打针呢？还是上的。也种个西洋参，做一般人讲的花旗参、凤凰参，那边呢做个高丽参，那边呢都中国的东北参。那一般人来讲呢，迄个炖鸡啊，就要想讲清清菜菜，买平平圆圆的当参，或者花旗参，啊比较适合。那真的做里面米多做的，那真是二来炖补的啊，佮就有差别了。咁哪种嘅係好嘅？好嘅呢？一般来讲，主要就是高丽参，用长拍上的盐参，我的价钱是比较贵哦。你要甜一点啦，炖鸡来补身体啊，热天呢做清补的。一般做的花旗参，它比较适合。那因为这种花旗参呢，还算凉补的。哎呦，cái花旗參咁係鳳凰參，鳳凰參咩下便宜下唔好用咩？当然一分钱一分货，唔係講鳳凰參就會唔好。就像俺樣賣堅肉窮樣，平常呢都嘅鳥未必只有嘅好食，鹽神咩窮樣，人工栽種嘅啊，鳥都不如野生的啦。不過價格就會冇窮樣啊。哎呦，嗰啲幾多錢？那種嘅一兩係500。哈，咁貴哦？你也算便宜的咧。這邊嘅種嘅啊，變咩也泡什麼，一兩係4000一樣。通常買種啊，人所揀藥材啦。按照炖雞一天，所以外張冇推薦買這種的啦。咁你下便宜係幾多錢啊？做這種人工栽種嘅，一兩係300。現代人啊，物質過剩啊，食多又差。你食補地位啊，講究嘅和營養和均衡，食得多啊不如食得緊咯。何況呢，身體嘅一切嘅根本，根本呢顧得好呢，有錢還買唔到喲。
床吼，感情的东西，没钱买到的。那全部问人老公的哦，黑的表啥，唔准答是无。头家，我想买较水好的。唔系了啦。啊？我系为你系为个医疗事情而加上这款学好的。哦，你做咩样呀？我手办2手好嘞。哦，那便秘的亚泡神，骗子绝对有保证。哦，你老公真有福气哦，你按下老公的姑娘。茶都忙緊哦，就係哦，文貴哦，係你來嘅呀？真嘅哦。警察哦做到3傻嘞，那驗出來其中2傻就係跟你來鬧事情嘅呀。哦。不過文貴還係請唔到，警察還蠻請到。你這樣頭腦的想法嘛，使唔掂咧？你話有事情做得咗啊？佢廿幾年咯，確定唔會哦，按你就算得嚟啦。哦。警察有講啊，佢哋哦要較只來鴉片順順啊啦。不過冇可能一次有年都鴉味咩？故說你自家哦係較注意條嘅啦。係啊，甲阿珍的問題吼，就講摩羅茶，吼，啊警察咩摩羅茶講做冇喺馬啥，對阿珍也好，而家冇知道講對人哦佢減得多，對冇？啊？對啦，嗱每老幾講嘢嘅啊。哦，那每位提倡哦，對從還有價值嘅啦。哦，錯好都係交代好。唉，實在苦了阿珍的吼。只有按我嘅什麼人咩？讀得按有書嘅細爛人，就不用睇就好嘅呀。按講好嘅講嘢咧，有嘛嘅好嘅呢？講得按強說，咁有可能。这是一下阿珍哦，全部咪窮樣。唔過阿三妹妹嗬，當聰明，又會讀書，又幾年級呢？但天師嘅妹啊，奇怪呢，要按單純，我面去呢，那冇識佢做點啊？唔過你中意嘅，那可能會是豬哦。哎呀，唔會呢，啊，唔會呢，窮樣。書上有學到，我嘛唔定有班長好，我想哦，等陣解通落去補一下啦。你條電話好，我啥見完全幫條帶來麻煩。你有注意到冇哈？你一次都嘅講，你條嘅啦，唔係啦，係人家條，你係一家人咩？錯啦。介了，你介下去檢測介片，咁樣彈弓插埋嚟出來啊？冇呢，檢察講很多嘅查啦。你哦，冇老到講哦，大伯嘅事情哦，就係隱蔽你哦。冇聽錯哦，一伯就老你冇關係啊。哎，有米就出來呢，是的，等我吃的。阿妹哦，會嚇你哦，唔係冇道理嘅。阿班ကြီး對我好，是小時間阿妹窮樣啊。你對得就好啦，希望哦你對自家較好啲位啊。冇，阿妹哦，我唔盼得咯。
家人真是心梦你啦，明年哦真是当好诶。错了啦，那查一些哦就唔记得咧。有一间公司嘅调价哦，佢上摆来4到2做嘅9000万啊，佢知道董中医呢，下摆哦，佢个公司会判茶费啊，就会用9000万哦来做点心嘛。是实嘞哦，听得懂多。跟他等下哦，开开你卖了，开开你做。伊还讲哦，讲4到2做嘅9000万哦，有幸福嘅感觉。我就想哦，也个9000万哦，做得很多幸福嘅9000万，懂好懂哈？幸福嘅感觉。蔡月美，你太夸张了！现在是甜点大王比赛啊，你吃成这样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吗？阿兰姐的甜点呢，越做越好吃哎，吃了之后啊，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我现在是在大量摄取幸福啊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没错，就很像美满楼的风肉啊，吃了啊，会隐隐传达出一种幸福包围住的感受哦。以你的智商哈，我这样讲你大概听不懂。简单来说哈，就很像妈妈特别为你做那样啊，懂吗？唉，阿珍姐哦，让我们大家尝到幸福的美味，可是自己却一点都不幸福。也许她就是把幸福都放在这里面了，忘了留一点给自己。啊，你说的太感人了，那我更不能浪费了。哇！哎，对了，你们店里被砸的事情怎么样啦？阿珍姐的老公真的是背后的主谋吗？废话，你明满了，跟别人无冤无仇，俺没落胎记哦，对你又很好，谁会没事来找我们家的店啊？为这2件事情给你哦，就会给他暴力狂啊！可是之前你跟我去度假啊，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得罪了什么人啊？没可能啊，我哥没有欠赌场钱，而且他还用现金卡去还钱耶。哈。那如果阿珍姐的老公一直这样闹下去的话，怎么办啊？你不要一直说他是阿珍姐的老公，他不配啦。要说他是那个混蛋。反正哦，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的。你米满柳也绝对不会跟那混蛋妥协的。哇，没想到公主哦也有坚毅勇猛的一面呢，一柔一刚，文武双全哦。仰靠男人的时代哦，已经过去了。2个时代啊，我们女人要当自强，要学习独立，要学习勇敢，要学习保护自己。说得很好。还吃，留一点给你阿 Q 啦。哦，还吃，这好像不错哎。阿妹啊，你看起来哦，当幸福嘅用的哦。这拢真好食啦，不过本来感动的个是阿珍的心意，对啊。刚刚不要同意啦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来，你这个先生，那等一下吃大杯去做。走啦。家人唔好同生嘢，佢等家佢會種青苔不種得黏黏的。阿妹哦，你亲弟爱的呀，我以后就去做。叫二十粒雞湯。哎呦。阿珍啊，那雞湯凍清香呢，雖然有啲苦苦，但是味道真好。我可能冇便宜啊，使咩真貴哈？唔會啦，係阿媽煮嚟添嗬，只要價錢你啊。哦，真嘅，唔難怪，好食，真嘅。喂，咪買兩件好？阿天會係啊？好，因為天叫中咗。好，先幫你哈。你天做呀？係。哦，阿講我呀。
俺自家装住了，阿仔，俺自家落就好嘞。唔怕啦，来来啦。你还没整件纪念服呢，有安怪的模样啊！做点好就做了，啊！哎，实在情况要做了，做了。啊！其实哦，我感觉阿曼姨是从爱妹穷样，非常相爱，对我当好，还有哦，帮我落了啊，有款安全的感觉呢。突然没安全感，俺就亲好了，你就当当爱伢妹，啊，什么？你就像俺妹穷样妹，是吗？啊。师傅啊，几多岁给人哈？你们这安尼器材有危险哦。歹势啦，你要去买东西，用唔用下面哦？那以后没时间老你大追顾啦，就会4点嘞，我要转去准。等下家人，你看咱从哦，来做一下。你会牙床奶呢？啊？你哦，这个一送牙石啦，你还都给等呢，啊转。家人，家人。我吃不下了啦，好饱哦。什么你样子噻？什么样子噻？你就只会讲这句啦。哎，亏你还是半个客家人呢，你会不会讲别的？哎呦，我也很想学啊，可是我就是学不会啊。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的，又不像你是在客家村长大。像你这样学哪有用啊？语言就是要讲要用才行。自己平常不学，你怪谁？哦，好啦，你俩好就可以试讲客家话。好，那我发誓，我在苗栗读书这段时间哈，我一定要讲好了呢，我讲客家话啊。现在就要讲客家话哦。好啦，我发誓，我伫苗栗读书嘅时间，一定会攞客家话讲好。我是嘅。我按你下去哦，我嘅客家话就会像你嘅腔用啊。哎呦，干嘛这样说啊？我就是微谈微讲嘛。客家话这么难，而且有很多种发音哎，就简直在上那个法文课一样。你听哦 ，Bonjour， 是 bon 哦，有没有？很像啊，都好像哦。是棒吗？你满脑子都是这句话啦。我看哦，客家文化里面你最有兴趣的就是食物。对，你说对了，这个哈，古人说民以食为天，是一定有道理的嘛。说到食物啊，我才想到之前你二姐说要在苗栗办活动，是不是办那个什么客家文化节哈？我最近在电视上啊，都有看到他们在宣传呢。这么快啊？奇怪那我怎么没有听我二姐说后续的事情？木给看看来。对，我已经离职了，不好意思没有第一时间告知您。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麻烦你请教公司，在进度方面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不好意思，张科长。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还是会帮忙的。好。奇怪人一直都给让妈讲天发讲啊丢。会不会是男朋友哈？我二姐是工作狂每天都工作，哪有时间交男朋友啊？应该是在讲公事吧。你们家姐妹怎么都那么奇怪啊？你年纪小也就算了，叫大姐还拒绝我 Q 于千里之外
说到瓦 Q， 怎么去那么久啊？不是送2桶瓦斯去市场而已吗？怎么不回来啊？应该快回来了啦。帮我收拾一下啦！你看桌上很多屑屑，等一下哦，瓦 Q 要是回来看他桌子这么脏哦，他又要念我嘞。你不知道，他是有洁癖的怪咖。况且我们把他的那一份吃掉了什么我们？嘿，你气嘎斯耶！哎呦，待会瓦 Q 回来，你不要这样跟他讲哦。晚上你要干什么啊？等瓦 Q 回来，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算了，我还是回家好了。我之前都没有在家里帮忙你不知道，我大姐也是个很啰嗦的怪咖。从这一点看来啊，我觉得他们俩蛮配的对哈，2个都是怪咖哦。对呀，超级怪咖，怪咖。他们俩怎么不在一起啊？真是，谁知道？他们俩是绝配。好，谢谢。冇閒嘢，我要行前係點假啲咯？你手邊冇水好吃沒啊？你們可以當缺用的咯。謝謝。熱咖啡就好，謝謝。我辭職冇做唔過嗬，佢真係幾飛，休息一下，水較飽到嘅啊。係啊，那間叫嗬，真係要水較飽嘅。係啊。唔過咧，每天無限地請卸妝。真是老。係啊，唔夾夾請卸妝哦，當無聊呢。沒食飽，就會看電視，看哪一下越老越皮。唔會啦。阿媽姐，你成日有凍飯呢？幫我做嘛。阿妹啊，你來亞威做嘛呢？亞威用牙老阿真菜啊！咁明晚你走埋去鳳玉啊？阿娘來說什麼？我同人家講。阿珍，付我點咩事？阿妹，你一下做咩付唔出嚟啊？點到你還會電梯叫哦？就老人家講，你嘅腳冇防騙，基本冇風牛，安尼唔就好了啊？咁你唔想做你就莫講啦。唔係啦，阿媽姐，教咗嘅意思吼，佢建議啊，叫佢蠻好，按做挺辛苦咧。冇，我嚟退休啦，佢要幫你做，你哪講好冇？嗰就麻煩咯嗬。我想啊，我啲買鳳玉啊，講唔嚟做。反正啊，假如一錢鬧啲多菜啊，做冇？我想終於應啦，啲菜蛋啊，鳳玉俾冇睇咧。啊，真啊，我一邊上拿入來，人家開始就做了。有這個嘞。阿珍姐啊，你做個點心哦，真件都好食呢。順便講哦，吃你做個點心哦，我有幸福嘅感覺哦，就像你彌漫了嘅風油咁樣。你很牛哈，不用出家嘞，就冇看到你啦。安胎嘞，咩咪第二吞數。你還要倒嚟啦？該去準備啊。哦。阿珍啊，春天我嚟做啦。唔通搞又天數啦，我等下佢做唔來，要怪風入去。謝謝。
零咖啡的开始关还喺无边哦。错啊，安尼可以啉到吼3种米丝啊，铁种吼，嘿有咖啡的腐，沙下来呢，迄拍咖啡的笋，真好味吼，全部合不强下的花，香醇的米丝就出来啊。这种平民人生对嘛？做重叠啦。吼，从太福岛以下吼，跟人生观一点都无变呢。唉，想啦，以下人生吼，就像也有咖啡强样。我讲来啊，用来，按叫好无？睇面色，咱叫发片。唉，最近吼，做无限年代发片啦，我也去无限的吼，迄个录音嘛。哦，所以按叫懂无限了。是的啦，不过吼，最近吼，当面嘅客家老歌谣啊，系啊，咁讲过呀。最近吼想同客家老歌谣，搞到我创作地位，安尼吼，最佢不客家当然认识咱客家文化系啊。讲起来当奇怪呢，按叫唔记咗嘛，大家同不同好啊客家文化呢？啊，乜解客家？系啊，就像我之前的公司啊，其实他做喺办那个客家文化节，我做之前的一个前任的企划负责人。哦，个拄好呢。之前合作嘅唱片公司吼，最近打电话帮我，即係講吼，佢協會上企劃部主管，你興趣冇？冰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移。千里眺望故鄉河，遙遠的呀，初戀為愛你。長夜撫琴也將起，如是故人須揚起。山下攀爬高峰，你也瀟灑，無言又撫萍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中間，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